各位大家好啊！當前嘅美國股市正係上演一場前所未有嘅金融奇蹟。表面上面咧就係科技巨頭就憑藉住 AI 嘅光環咧，就市值屢創新高，資本支出好似噴泉咁湧入數據中心，營造一片欣欣向榮嘅景象。但係撕開咗呢一層華麗嘅外衣之後支撐住呢一切嘅唔係結實嘅終端嘅需求，而係一個由循環會計 （circular accounting）、被動型基金嘅機械式買盤同埋極度脆弱嘅硬體供應鏈所築構成埋嘅紙牌屋啊！呢個唔係淨係2000年網絡泡沫嘅翻版，更係因為AI 基礎設施極長嘅實體建設週期，同埋資本市場極短嘅預期膨脹之間存在咗一個巨大嘅時間差，導致一場規模可能更加劇烈嘅崩潰正在喺度倒計時緊㗎。要理解而家當前嘅危機，一定首先要剖析咩叫做循環資金係點樣運作嘅？呢個係一套完全合法，但係極具欺騙性嘅會計把戲啊！所謂嘅 AI 繁榮，好大程度就幾家巨頭之間嘅金錢遊戲。攞微軟同埋 OpenAI 為例啦，微軟宣布投資130億美元俾 OpenAI， 但係呢筆錢就唔係完全係自由現金嚟㗎。而係包含咗大量嘅雲端信用額度（cloud categories）。OpenAI 攞住呢啲額度之後，就回頭就向微軟嘅 Azure 購買算力嚟到訓練模型。最終微軟就將呢筆錢就記入喺雲端營收入邊啦。華爾街睇到就係 Azure 驚人嘅增長率，但實際上呢個只係微軟將自己嘅錢由左邊搬到去右邊嘅袋入邊嘅啫。咁呢個現象喺2025去到2026達到咗一個荒謬嘅程度。Morningstar 嘅分析指出 ，OpenAI 就為咗要換取 Amazon 同埋 NVIDIA 嘅巨額投資，承諾就會高達1.15萬億美元嘅未來基礎設施支出嘅promise 所謂嘅義務啦，呢個形成一個閉環嘅金錢回路。NVIDIA 投資俾 OpenAI 攞呢啲錢去就買 NVIDIA 嘅芯片，咁因此NVIDIA 就營收創新高啦。NVIDIA 股票大升，咁 NVIDIA 再攞啲錢去投資 AI 嘅新創，咁呢個就係呢一場音樂椅遊戲啦。音樂只係同一筆數十億美元嘅資金喺個圈入邊係快速傳遞嘅。呢種循環唔係淨係灌水營收更加直接決定咗科技巨頭嘅生死。至少就喺財報層面上面2026年第一季嘅財報顯示咗個驚人嘅真相。Amazon 報告利潤就303億美元。但其中168億美元就係來自佢投資 Anthropic 嘅帳面收益呢度168億喺 Amazon 嘅303億之中係過咗一半㗎啦。Google 嘅 Alphabet ，Alphabet 係 Google 嘅母公司報告盈利就626億美元，但其中有287億美元，大約40%度啦。咁係來自佢對 Anthropic 嘅投資嘅估值上調嚟㗎。換句話講如果冇呢啲會計準則允許紙上富貴Amazon 同埋 Google 嘅利益就會腰斬甚至係崩鐵㗎啦。真正嘅現金流其實情況非常之慘。Amazon 嘅自由現金流暴跌95%，因為賺嚟嘅錢或者借嚟嘅錢，全部係被逼投入到狂歡所需要嘅實體建設之中啦。
目前呢個市場情況同2000年嘅網絡泡沫咧係驚人地相似嘅，但係咧風險咧就更加大啦。嗱，數據對比下啦，喺2000年泡沫嗰陣時 ，Nasdaq 嘅指數由5048點，呢個係2000年嘅3月，跌到咧係1114點，呢個係2002年10月，跌幅78%，蒸發咗5萬億美元嘅市值。花咗2年半嘅時間先掂到底嘅。而家咧2026年嘅情況咧，淨係微軟同埋甲骨文Oracle 兩個，因為營收高度依賴 OpenAI， 微軟嘅49% 嘅未來積壓訂單同埋咧Oracle 嘅54% 嘅 pipeline 咧，都係來自 OpenAI 嘅，市值已經合計蒸發咗1.1萬億美元㗎啦。呢個只係風暴前嘅微弱震動啫。嗱，我哋再比較下咧佢個運作機制啊。喺2000年嗰時咧 ，Global Crossing 同埋 QGuest 咧就透過互換光纖網絡嘅容量虛增營收，最終咧就係破產或者巨額會計嘅醜聞。2006年透過投資嚟到換取算力嘅合約，呢個合法㗎，因為本質上咧係冇終端消費者需求支撐住呢個 business to business 嘅空轉啦，係完全一樣。唯一嘅差別就係咧，當年個網絡基礎建設，即係啲光纖啦，喺鋪設之後咧係留低咗㗎，但係而家咧就留低咗啊，咁就有啲實際嘅實體資產喺度。但今日嘅 AI 泡沫如果破嘅話咧，留低嘅係冇法填補嘅電力消耗嘅黑洞同埋巨額嘅折舊包袱啦。一陣我會同大家講個折舊包袱比較慘啊！我哋呢度要睇到一樣嘢，就係咧由實體世界物理定律決定嘅倒計時器啊，唔同係軟體可以無限複製啊。AI 中心係一個由晶片、算力同埋冷卻架構而成嘅實體巨獸嚟㗎。任何一個硬體環節嘅延遲都會好似抽咗一塊積木一樣，瞬刻之間就 boom 一聲，成堆積木冧晒落嚟。而家喺美國嚟講，能源同埋電力就非常之大問題。我哋知㗎啦。AI 中心嘅耗電量係極其驚人㗎，一個大型園區嘅用電咧可以同一個城市比㗎。但係咧，能源基礎設施嘅建設速度咧就遠遠追唔上咧 AI 資金嘅燃燒速度。其中有兩個好重要嘅嘢，一個就係變壓器啦。根據 Wood Mackenzie 嘅報告啊，為咗滿足數據中心需求，美國變壓器年需求量就從目前嘅1500台激增去到2030年嘅9000台以上，由1500去到9000啊，呢度係6倍幾嘅。大型變壓器嘅交貨週期啦，喺2003年嗰時啦，就係2023年嗰時就係104個禮拜，而家咧2026年咧就需要160個禮拜，即係話本來就要大約2.7年咧，而家要去超過3年㗎啦。嗱，如果數據中心靠自備嘅電源開關嘅關鍵設備，即係唔靠電網啦，自己嚟，咁咧就需要燃氣渦輪啦，咁就要個發電機啦。呢個交付週期咧，而家已經拉長去到3年以上㗎啦，而且價格咧亦都日益攀升。咁呢意味住即使呢啲科技巨頭而家有錢有芯片，但係咧冇變壓器，將高壓電轉換成可用嘅電力，數據中心就係大堆啦，冇客運轉嘅鐵嘅啫。咁因此啦，新項目而家我哋知道啊，佢哋要拼網咧，大約平均要8年。嗱，呢個時間相差同埋喺資金市場嘅短期相差相當遠。而咧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除咗電之後咧，芯片製造本身亦都碰上咗一個物理極限啦。根據 CNAS 嘅報告指出啦 ，AI 行業正面臨咧就係晶片原牆Silicon Wall， 先進封裝同埋記憶體
咁咧佢哋嘅 IC 載板 ABF 啦，已經成為啦比芯片本身更加嚴重嘅瓶頸。佢嘅交貨週期咧係18至24個月，而且價格咧喺2025年咧已經暴漲咗30%㗎啦。而咧 HBM 即係高寬頻嘅記憶體，全球 DRAM 嘅產能咧正在被 AI 吞噬緊嘅，而 HBM 嘅擴產速度啊遠遠落後於NVIDIA GPU 嘅發布速度嘅。咁呢種結構性嘅延遲導致咗一個極其諷刺嘅結果，資金市場嘅預期就係用月嚟做單位計算嘅，喺度膨脹緊，但實體供應鏈咧係用年咧作為單位喺度爬緊嘅，因此咧我哋可以睇睇咧呢個泡沫破裂嘅相近嘅時間線啦。2006年嘅上半年呢個係預警期啊。OpenAI 呢啲核心企業營收未曾達標，咁呢個已經發生緊㗎啦。但會計遊戲仍然喺度粉飾緊太平。馬斯克起訴 OpenAI 個案件啦，就已經定喺2026年4月27日開審，即係開審咗啦。呢件案咧可能會強制咧揭露真實嘅資金流向㗎。去到2026年下半年，咁我就會有個硬着陸嘅觸發點啦。嗱，預計將會發生某一個關鍵嘅硬體環節延遲交貨，可能係某個大型數據中心嘅變壓器冇如期送達，或者咧台積電嘅先進封裝產能再度崩潰，或者某個 IC 嘅載板廠發生火災，呢一類個只係小麻煩嘅事件，喺資金鏈極度極度拉得緊嗰陣時啦，就係一個壓垮一個落台嘅最後一根稻草啦。投資人會突然間意識到幾千億美元嘅資金支出並未產生出實際嘅算力，因為廠房仲喺度等緊電。咁呢個循環資金個網啊，就突然間破裂。OpenAI 因為冇辦法支付帳單，微軟同 Amazon 嘅雲端營收出現斷崖式嘅下跌，同時咧帳上必須咧係確認幾百億美元嘅投資虧損。咁2027年就會泡沫出清啦。被動型嘅基金譬如係啲退休基金或者一啲長時間啲基金，因為指數權重嘅調整啦，要被逼拋售，引發類似2000同埋2002年嘅長期熊市啦。嗱，我哋喺呢度揭露咗一個殘酷嘅事實，目前嘅喺美國嘅 AI 產業唔係由技術革新驅動嘅，而係由財務工程驅動嘅。科技巨頭將投資包裝成為營收，將帳面獲利包裝成為現金流，直至呢樣拉高股價，再用高股價嘅股票去融資進行資本支出，試圖喺泡沫爆裂之前係建成咗實體嘅護城河。但係變壓器係唔會因為輝達嘅財務超預算而加速生產嘅。變電站嘅建設係冇辦法透過微軟更新嚟到縮短工期。咁呢啲就係擊鼓傳花嘅遊戲進行到某一個時候，資金鏈因為冇法忍受能源或者硬體交付嘅漫長等待而斷裂嗰陣時，所謂嘅 AI 泡沫就唔係淨係估值嘅修正，而係一場涉及到電力製造同埋全球供應鏈嘅連鎖硬着陸。呢個正係當前市場最大嘅認知風險。所有人都意識到泡沫嘅存在，但冇人能夠精準預測呢一根壓垮落台嘅羽毛何時落下。好啦，就呢個唔係投資嘅忠告大家如果有投資嘅話，自己諗清楚啦。